不如叫大學啲學生會幫手啦。我哋學生會咧係會絕對支持呢件事嘅，同校方去夾一夾場地，睇下佢哋有冇呢個空間。泛民咁多辦事處，推完辦事處，起碼我自己覺得 OK 嘅。我覺得如果咁嘅情況下，多一個票站都唔係一件壞事。集思廣益反黑客，622實體票站大募集。暴力停不了。講緊嘅鍾庭耀口中嘅科技暴力，佔中公投電子平台20個鐘之內收到100億個系統查詢，可能班黑客都知到時殺多人頭噶啦，特登送定個超大壓力測試俾你啊！真係好嚴重啊！呢一個呢，嚇，阿陳健民話係世界級嘅攻擊。而家唔係話用毒啊，佢完全係用正常嘅大石砸死蟹咯，係大石砸死蟹，咁你冇辦法㗎。總之如果有以咁樣嘅益計咧，係根本冇辦法應付到，所以3間公司有2間已經決定唔再做嘅。而家都好明顯就電子系統唔得噶嘛，意思就話我哋仲有實體嘅票站嘅，我哋而家又會做咗個決定咧，就係一定係會延長個日期嘅。咁我覺得香港人唔應該就咁容易咧，就係會係即係話認輸咯，係要認輸咯。佢就話咧，好多地方都唔敢借地方出嚟啦。而家得15個票站，我當就算我哋延長投票日，增加票站，我只會諗到底啲市民揾唔揾到嗰啲票站喺邊度咯。有區議員辦事處，有呢一個即係大學，咁啊而家話其實宗教嗰啲教堂啊，即係希望都幫下手。我相信蘋果日報唔介意啊，不過大家又唔想嚟到堆填區咁遠投票。唔係我哋你擺100個站我都唔緊要啊！我有個停車場，我唔俾泊車咋。我哋就話俾中央政府聽，你要我收聲，我更加大聲。我用手機投唔到票，我哋就打晒成艇，逼爆晒2間大學，一個票站也不能少。